我总觉得有人要向红鼎集团下手，而且来者不善啊。哎呀，我说怎么了？当年威风八面的云鼎，怕死了？我怕，我的命啊，就是那次咱们执行完任务回来赚的，多活一天赚一天。那你为什么让我给你找保镖？如果是我是一个人，我还怕什么？我让你保护我的女儿，你的侄女她能做到吗？放心，我把她带到韩国来参加特训。如果连一个女人都保护不了，我这脸往哪放？我要的是24小时保护童童。我有个办法，可以让她24小时保护童童。什么办法？是这样。就知道是你，你这招数也太老套了吧！我早发现了。你呀，该收收心了啊！言归正传，该干点正事儿了。可是我想，哪有你讨价还价的机会？你都休息1年了，不够啊！我想休息一辈子，不行吗？段飞，你呀，就别抱怨了。我这次给你找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，是想让你享受生活。每次都是这么说。哎，这次不骗你啊，真的，你一定好好的珍惜这次机会。好吧，这次我要保护谁啊？这次呢，你不单单要保护他，而且你要跟被保护的人结婚。
什么？啊，没说错，就是结婚呢。你老糊涂了吧？我没讲过结婚。嘿，以前没想过，现在得讲。我虽然是你养大的，但这种事轮不到你做主，更何况你做不了我的主。我知道你有抵触，但是啊，我会给你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。老混蛋也会跟人讲条件了，说来听听，什么条件？只要你答应去结婚，咱们就可以把以前你受过的苦、经过的磨练，通过这次任务，咱们做一个最后的了结。这是你最后一个任务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爸死的真相吗？按我说的去做，结婚。什么意思啊？这跟结婚有什么关系？谁杀的我爸？别激动，真相需要你自己去调查。我只能告诉你这次任务的重要性。不该打听的不打听，对吧？你这次最好别再骗我。不会骗你，真的不骗你。你执行完任务以后，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。不过你要失败了的话，后果你自己想。好吧，我跟谁结婚？他叫云师彤。云师彤，小的时候你就认识。只要能找到真相，我跟谁结婚都无所谓。爸，你看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那我上班去啦。好嘞。彤彤，爸，我送送你。哎呦，爸，我这是去工作，你还亲自护送啊？怎么对我工作不放心啊？我云家美女大总裁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瞧你这话说的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今天早上坐着看了一早上的报纸，顺便送送你，活动活动筋骨啊。好吧。云总你好，哎，你老宋呢？宋老生病请假了，这2天我给云总裁开车。我叫小鱼。他怎么没跟我请假？得什么病？要紧吗？啊，不碍事，感冒。感冒？以前发烧都来接您的，从来都没有这样过。哎呀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咱们抓紧时间，好吧？来。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？都已经办妥了，下马威一定给足了。好，咱们就静候佳音吧。好。哎，这总裁第一天上班就迟到，可不是。好。爸，说实话，您真的对我上任做总裁那么放心吗？我云顶的女儿，差不了，还担心什么？可我还是紧张，害怕出错。以后要负责公司那么多人，
我害怕因为我的一个错误决策影响了公司。上任第1天紧张是正常的，等什么都按部就班了，感觉慢慢能找回来的。哎，司机啊，建设路过了吧？我记得是刚才那个路口拐弯，怎么今天绕道吗？对呀，我觉得好像也是走错路了。司机啊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赶快照回去！停车！爸呢？你别怕，千万别出去，记住啊，听见吗？爸，你要干嘛？你也不能下去。你记住，别出去。爸，爸，爸。어이, 우리 마누라랑 장인 건드리면 되겠냐? 어?好久不见了，于叔叔。爸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头头，你看看，这是谁呀？段飞。改口吧，我是你老公。什么老公？你神经病吧？我救了你一命，你没谢我，还骂我神经病啊！你这是什么头发？结婚以后染回来。结什么婚？你有病吧你？是我有病，竟然答应跟你结婚。谁要跟你结婚啊？爸，咱们去医院吧。
爸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会查清楚的。东东，我有句话要跟你说。人我已经给你选了，就是那个段飞。一会儿你去民政局登记吧。爸，你让我结婚？是的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没开玩笑。东东，相信爸爸给你选对的人，你准备一下，马上去吧。爸，这种事儿您好歹也得跟我商量一下吧，您不能这么武断。我说这句话都太突然，我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。这段婚姻不仅仅是关系到你的个人生活，更关系到整个红鼎集团乃至云家的命运。爸，我是您女儿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您不能这么亲自替我做决定的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如果我要是不答应呢？你就不是我的女儿。爸，你怎么能？袁总您好，您现在的身体情况，我们建议您进一步的留院观察，做一个更加全面的全身检查。全身检查？我爸为什么要做全身检查？我们现在发现袁总身上有一些潜在的病症，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确诊。你胡说，不可能！我爸身体健康得很，你们一定是看错了。够了！我的伤我自己知道。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爸，你赶快去民政局把婚给我结了。爸，来，小宋，快进去。都没听见吗？我自己会走。哎，你们家小姐怎么还不来啊？赶紧缺水。哎，我是来结婚的，你们穿着黑西装，戴个黑墨镜，已经够不吉利了。云小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难得呀，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还记得我？我怎么能把最霸道的云大小姐给忘了呀？是吗？可我认识的段飞，是不会弄丢这个的。你的腕带呢？哦，那个腕带啊，早都不知道它丢哪儿去了。那看来，这条腕带不是你的了。没想到，真没想到。没想到什么啊？没想到你是要成为我的法定小老婆，想想也觉得划算。肤浅！哎，我说我爸怎么会把希望寄托在你这种人身上？是不是你威胁我爸？一定是这样。云小姐，我也是受害者，连自由恋爱的权利都被剥夺了。段飞，你变了。我变帅了吧？得了，赶紧进去吧，再不进去，民政局的人都下班了。